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7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9节，还有43节。何西阿书第8章第1到第14节。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赞美 doxology。 在礼拜学的角度，礼拜程序的最后的部分，我们称为颂荣这个部分。颂荣之后呢，就是牧师的祝祷。从初代教会开始，这个被称为 doxology 的部分，就在礼拜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这个赞美颂是基督徒在礼拜中对上帝的感恩的恩典来表达对上帝的爱，以及对上帝的感谢这样的一个意义。特别对于在上帝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所赐下的一切作为正如礼拜天的牧师在主日的信息当中也分享到，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分为几个部分。最开始就是以赞美、以感恩开始。doxology 是希腊文 doxa 还有 logos 而来。希腊文 doxa 的意思是荣耀，后面这个字 logos 我们应该都很熟，就是真理、字或是上帝的话语。说话、写出文字是为了要来归荣耀给上帝的，这个就是 doxology的一个意思。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赞美归荣耀给上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能够愿意赞美感恩的人，才会懂得亲近上帝，敬拜上帝。以色列人的生命总是忘记了要对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因此他们看自己过于重要，自以为是的以色列人就忘记上帝的恩典，开始敬拜偶像的生活。上帝透过先知何西亚这样对以色列人警告说，上主说，吹警号吧，敌人好像老鹰突袭我的土地，我的子民背弃了我与他们订立的约，厌恶我的教导。虽然他们认我做他们的上帝，自称认识我，他们却拒绝良善。为了这缘故，敌人要追赶他们。我的子民照着自己的意思立君王，立首领，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他们用自己的金银铸造偶像，自遭灭亡。我憎恨撒玛利亚人所拜的金牛像，我厌恶他们。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弃绝偶像呢？以色列的匠人铸造偶像，但这偶像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金牛像要被粉碎，他们播种的是风，收割的是暴风。不结实的麦穗做不成面包，就算是结实的做成了面包，也要被外国人吃掉。以色列人已经跟列国没有区别，像破裂的瓶子，毫无用处。他们像倔强的野驴，任性走自己的路。
他们投奔亚述国，又贿赂外国求保护。但是我要把他们都聚在一起，惩罚他们。当亚述王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吃尽苦头。这个情形就如同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他们等不及摩西，而自行要求亚伦为他们铸造了一个金牛的偶像。他们跟亚伦说，就像我们在埃及一样。他们的生命其实是还没有被改变，虽然他们已经跟随了上帝一段时间。他们自以为已经很懂得上帝了，自以为自己很够虔诚了，但是他们却忽略到骄傲的背后，就是他们已经忘记要如何真诚的敬拜那个的重要性。他们骄傲的以为自己的能力足够。何西阿先知又这么样说，为了要除去你们的罪，以色列人造了许多的祭坛，但是祭坛越多，犯罪的地方也越多。我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教训，他们却以为怪异而拒绝。他们喜欢向我献生祭，贪吃祭过的肉，但是我上主不但不喜欢这些，反而要记得他们的罪，惩罚他们。我要把他们遣回埃及。以色列人造了许多的宫殿，却忘了他们的创造主。犹大人造了很多巩固的城堡，但我要降火烧毁他们的宫殿和城堡。这宫殿就是以他们自以为恩赐所建立起来的，可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多么美丽。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如何真心的敬拜上帝，就如同约拿，他也自己以为用他自己的能力所搭起来的帐篷，他以为他有能力可以遮盖自己，保护自己，他却忘记了只有上帝才是那一位创造大海也创造陆地的上帝。他们以色列人基督徒在骄傲当中忘记了要谦卑，要敬拜上帝，要归荣耀给上帝，要赞美感恩上帝的救恩。保罗给罗马教会的书信这样提到，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他的智慧和知识多么的深奥，谁能解释他的决断？谁能探测他的道路？正像圣经所说，谁知道主的心意？谁能够替他出主意？谁给过他什么，使他不得不偿还？因为万物都出自他，借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远。阿们。这一段经文在圣经当中被标了一个标题，就是颂赞上帝 Doxology。 基督徒就是要来颂赞上帝，除了颂赞以外，还是颂赞，为了所得的恩典献上感恩，为荣耀给上帝。因为呢，只要离了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行了。保罗也劝勉我们要常常喜乐，
常常祷告，要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到18节。基督徒要在顺境赞美，也要在逆境赞美。赞美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蒙福之道。诗篇107篇第1到第9节，还有43节。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所救赎的人要重述这颂赞。他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从东西南北，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有些人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找不到路好往可居住的城邑，他们又饥又渴，一切希望都断绝了。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救他们脱离祸患，他带领他们走直路，直到可居住的城邑。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愿明智的人详察这一些事情，愿他们体验到上主不变的爱。感谢上主赐恩给我们，保守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以喜乐来面对所有的生活，感谢赞美归荣耀给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